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P。嚟緊禮拜日沙田會上演一年一度嘅國際賽盛事啊！逢親呢一日咧，個場面都會相當之墟冚啊！好多嘅朋友仔會專登咧入去沙田嗰度咧睇靚馬嘅。咁今屆啦，我哋嘅港隊陣容啊，繼續係相當之強勁㗎，有嘉應高升啊、浪漫勇士咁樣啦，去迎戰啊一眾嘅外隊馬。咁喺呢4場嘅一級賽嗰度咧，睇下我哋今年啦港隊代表會立到幾多個杯賽啦。咁啊，除咗嗰4場一級賽之外，其他嘅場次咧，其實個戲碼咧都相當之好㗎，有唔少一啲有近績啦，或者有質素嘅馬咧，都會喺呢一日咧出嚟跑咁樣嘅。咁而今期嘅馬膽啊，3場1號嘅勇者為王都係一匹好有潛質嘅馬嚟㗎。呢匹勇者為王其實2個禮拜前咧先至初次出賽嘅啫，配合潘頓跑4班田草1200米嘅，一如佢賽前啲大閘走勢咁樣啦，好有前速㗎，一早咬住啲2、3位咁樣。咁嗰場馬咧早段步速都幾快下嘅，咁難得啦，佢末段咧都冇拖慢到喎，咁以一個好輕鬆嘅姿態贏出嗰場賽事啦，而總時間咧亦都快過同日3班1200米嘅頭馬嘅，可想而知咧呢隻馬咧肯定係超班嘅啦嚇。咁今次咧未跑已經行運先啦，有3大嘅好運嘅。首先咧，本身佢係後備1嚟嘅，咁點知咧有隻正選馬退出咗，咁佢可以後備補上啦。咁第二就係揾到一個啊大內高手啊莫亞，咁大家都知啦，啱啱咧先贏咗禮拜3嘅國際騎師賽啫嘛。咁仲要喎，今次咧同場咧冇乜放頭馬嘅，佢排住咗7檔咧，其實好有機會咧可以咧利用佢嘅前速咧早段咧殺到埋嚟，自己貼欄放咧，佢會幫到呢隻馬更加好走㗎。咁相信咧今次咧好大機會咧再贏嘅。想睇到我哋啊一眾主持臨場更加多嘅獨家心水方法，好簡單。只需要成為我哋嘅付費會員，其中一個選擇就係 One Day Pass， 1日通行證，只需要50蚊啫，就可以由頭睇到尾，齊齊贏到開晒行。想睇到我今期更加多嘅心水同埋拍檔 Dorothy 嘅神操評語，記得上去 Big Big Air 嘅 YouTube Channel 睇足本版啊！咁當然啦，職場嘅動態非常之重要嘅，想知道我哋各位主持臨場有咩獨家心水，記得成為我哋贏到開晒行嘅付費會員啊！